也相信耶稣的。有2个人走在路上，在村里，他们为刚刚所听说他的这个老师听到这个耶稣行大事，这位耶稣他好像复活了，他们就在那边讨论说：哇，这个事情怎么这样？有一个人就接近他，跟他们同行，可是他们眼睛居然不认得他。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经文，你心里会想什么？传道从小看到这个经文，只有2个字，什么？骗什么？这样3个字哎，你骗我嘛？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怎么会不认识？怎么会眼睛迷糊了呢？而且不认识哦。这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好，我们等一下会解答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记住哦。好，来，那耶稣就跟他们一起谈，而且不是看而已，耶稣还跟他们一起讲，还问他，那他就跟他讲，你是不知道吗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就像我们知道一些新闻以后，不断的讲，但是他还是不知道，甚至于这一位耶稣还跟他讲圣经里面的事情哇，这个在讲了，只要在讲了，而且呢，他们怎样讲的当中，他还是不明白，直到怎样？直到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说，他们遇到了一个客人在外的，必须要邀请他们到家里，强留他们到家里住下来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，怎样？到最后晚餐一样，拨开注谢，递给他们。那时候他们眼睛才明亮，才认出来。可是那时候耶稣就不见了。他们彼此说：“他刚刚跟我们讲，居然不认识他，可是我们心是火热的耶。”他们就起来，就是对我们是火热，好像神曾经在跟我们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心火热的一样。他们那时候才说：“是耶稣真的复活了，果然复活了。”于是他们就醒来，就去分享他们所遇见的这些。好，这是这个经文的大致上，传道在大致讲一下。这段经文其实要说明的一些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在迷雾中。传道上个礼拜请休假2天，我去哪里？去金门。去金门哪里？上空。去上空而已，没有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上空从下面看都是什么？雾。我坐那个大飞机没有办法下来，因为能见度太差。请问雾是怎么来的？雾怎么来的？水汽吗？是吗？天气要变化的时候，会有雾，就让我们看不清楚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看不清楚。在我们的生命阶段里，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看不清楚。怎样会让我们看不清楚？变化的时候，天气变化的时候，冷变热的时候，热变冷的时候，就会有什么迷雾。我们生命中常常也在那迷雾中，因为我们人的适应力有时候不是那么快。在人生什么时候适应会更不是那么快呢？失落的时候。什么失落呢？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，不管是门徒或使徒，他们最爱的、大有权柄的耶稣，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他们所经历的耶稣，居然死了。他们所相信的，这是多大的打击呀！甚至于他们逃的逃，跑的跑。那我们这3年是装笑伟吗？我们信什么啊？那心中是很大的迷雾。传道有个个案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曾经跟你们说过，他的妈妈癌症的时候，他们为他祷告。在一次先知性的祷告中特会，这一个从外国来的有启示的祷告的牧者，在众多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少少的，没有像我们这样到100人，那是在几千人的聚会当中，他清楚的指出哪一个人，请他起来，说神医治了你的癌症。如果你是那个得癌症或你的家人，你心里会怎样？神，你知道我，你医治我了，有没有信心？大有信心。
他的妈妈确实大有起色，不管在化疗越来越好，总是在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的妈妈急转直下，复发。但是他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在众多人当中就指着，请你起来，我为你祷告，你的病得医治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？好小声哦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但是失望了，因为他妈妈过世，而且就躺在冰库里几天，3天，他不愿意让人家放在冰箱里，他就在那冰库前面。他说：“请你们不要把我的妈妈放在冰库里，因为她还要复活。因为有神的使者说她还要复活，而且她复活，她要有永生。不要放在冰箱里。我相信，亲爱的，你相信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有迷雾啊？他妈妈确实断气了，你还相信吗？你还相信他妈妈得医治吗？相信吗？相信吗？相信吗？那如果不相信啊，因为你知道，救人的身体，他妈妈怎么过世？这是自然律吧？神不会让自然律你往下丢，神会让它浮起来。除非没有空气。这个自然律是谁赐的？神赐的。神他要自己违背他自己的自然律吗？那么你告诉我，这个高山的男生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个牧者能够说出我妈妈，而且告诉我我妈妈病得医治呢？你告诉我，这冲击很大。人生就在那迷雾中，他不肯让人把他妈妈放在冰库，不肯让人把他妈妈冰在冰箱里，因为他相信他妈妈还会复活。全教会的人也都相信，接力24小时祷告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妈妈又活起来了。他妈妈不是神，他不是耶稣。那么你要说传道，那么那个先知性、启示性祷告，神说医治是说假的吗？那怎么那么准？是他被骗了吗？是吗？不是。我们信耶稣的人得永生，你曾经疑惑这件事，怎么永生法？他妈妈有得永生吗？如果有永生，那么我的身体烧掉，我怎么活过来？我怎么再回到这个身体里呀？再怎么回到这个身体里呢？我们的永生是有一个新的样式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帮助这个年轻人。蝴蝶在还小的时候像毛毛虫，它跟没有长大的这个大雁，我们应该讲小雁。你看小雁的样子，两个人相识，而且他们过着怎样彼此相知、很美好的生活。有一天，这个毛毛虫他觉得非常不舒服，但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只告诉他好朋友小雁说：“我很不舒服，你可不可以等我？你等我，我先上去一下。”我先上去一下，请问这个毛毛虫只知道不舒服，他知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？请问死掉的人有没有一个人下来告诉你说他怎么了，他要去哪里？他那里怎么了？有人告诉你吗？有人回来告诉你吗？这个小雁在那边等这个毛毛虫在化蛹，等着等着。他相信，他从那个耐心等候到担心我的朋友怎么了，到怀疑，到失
失望的离去。你能想象这一只小雁，就是还没长大的大雁，它的内心有多大的失落？我是不是被骗？传道，你常常跟我讲永生，你常常告诉我，神爱我，怎么我遇遭难的时候他在哪里？你曾经怀疑，你曾经失望，然后离去吗？这只大雁慢慢时间过去以后，也变得不一样。你有没有发现它颜色也不一样？然后这个蛹呢，蛹也经过1天2天，有没有开始变得外表不一样？等到它破蛹而出，第一件挂念的是什么？他的约定，好朋友的约定。他挂念的就是我曾经跟人家约定的。你可以想到说他在那蛹的当中心有多急吗？所以他变成蝴蝶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赶快去找谁？大雁，其实是小雁。他赶快去找小雁，可是他那个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记得是什么样子吗？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大雁变得怎么样？小雁变得怎么样了？不一样了。他自己有没有变得也不一样？请问两个怎么相遇啊？有没有相遇？有相遇吗？有没有相遇？他一直找，一直找。其实小雁是在那边，变大雁在那边游。可是蝴蝶一直找，一直找，认识吗？眼睛昏花吧，就像那个以马忤斯那2个门徒遇见了耶稣，认识他吗？眼睛昏花。或许有圣经学者说，他们是因为太悲伤而眼睛昏花，或者是耶稣复活之后变得不一样，或者是人变过去的思维说不可能是耶稣，耶稣已经死了，不可能了。可是明明有人告诉他，耶稣已经复活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在找不到好友的这个踪迹下，好紧张。他们2个到底会不会相遇啊？会不会再找到彼此啊？就像这段经文，门徒他们失落了。他们眼睛迷糊，不管是太悲伤，或者是耶稣变得样式不一样，就像这个蛹变蝴蝶，或者是他们被自己过去的框架所限制而不认识，眼睛迷糊。总而言之，他们就是迷惘了，不认识常跟他们在一起耶稣。可是最后呢，我们来看。他们有没有遇见？知不知道对方？他们重逢，可是外表长得都变不一样，相逢却不相识，因为外表不一样。然而，那不变的是什么？在一起的那个什么感觉，温柔和体。就像刚才经文，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怎么样？火热起来。当他内心火热起来，就是说，对，我们是认识的耶。虽然我们外表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认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毛毛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燕。原来我们是认识的，就像今天经文一样。原来耶稣，你真的复活了。他们认出耶稣来了，认出这位耶稣，因为他们记得最后的晚餐，耶稣擘饼，那个火热，那个知道说主啊，我要为你而活。亲爱的大家，你曾经跟神这样立誓吗？立约说主啊，让我为你而活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人。如果我们曾经眼睛迷惘，有一些失落，
让我们不再认识神，或者让我们失望，好不好？我们寻找回那个跟神的那个关系，那个火热，那个感觉。可能这个人外表怎么是雪玲，或者是雪玲在难过的时候，或者是罗毅，可是那个感觉让你火热。那么我要说，耶稣在这里。如果像雪玲要去印度，看到那些在路边垂死的人，你服侍他，你有那个热情，有想起那个立约，你要说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那个冰石的身上。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我最讨厌那个老板的身上。有可能吗？是神说要爱你的敌人，在那迷雾中，神自己来救。除了这个亲近我们以外，来义工来就近我。除了这个救之外，还是哪个救？主啊，救我！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让你觉得说，我的生命为这个而活。我因为这个讨厌我的人，要害我的这个人，让我觉得我斗志都起来，让我觉得说，主啊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对了，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神要透过各式各样的环境，在那迷雾中，他要来救济，因为耶稣要跟我们重走这一条路，他要聆听我们心中的痛苦，这没有人懂的。这个痛苦是没有人懂的，只有耶稣他懂我们，他来救济我们。复活的主也关心他的使徒以外的门徒，而且你看，他复活第一个就是让谁知道？不是让他的那些那个使徒们，是让那个弱女子看到他，经历他。走在那迷雾中，神他亲自用启示，用圣经。我们看到今天经文，他用圣经，以前曾经教导他们的。我曾经告诉你，我要死，而且要复活，要拯救你们。神会用圣经，不是感觉而已，亲爱大家。所以我们天天需要读经。神会透过经文来启示，来告诉我们，来启示我们的道路。神要我们明白何为善。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拯救在这里，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。在你迷雾，在你在调整，在你在那调试的过程中，冷变热，热变冷，好变坏，坏变好的当中，迷雾当中，神要邀请我们，要内住基督的内住在我们的心生命里，进到家里。耶稣本来是客人吧，对不对？你来我家，我是按照摩西的律法邀请耶稣，我要招待这个客旅进来。可是进来以后，耶稣马上变什么？主人，波比，分享他的生命，分享他的能力，分享他的爱，分享他的权柄。如果你愿意把你内心给神来掌管，我们可以活出那个神复活的大能，可以活出神与我们同在那个超过你所求所想。耶稣亲自要就近我们，与我们来同行。他聆听，他也问你，就像这段经文，他除了听，他还问，他还引导，他还启发，好不好？在我们人生里那个迷惘中，我们不断透过祷告跟读经，这两个一定要，不是只有祷告而已，还有读经。这是真实，这本圣经是不会改变。神天天发，时时刻刻发 line 给你，要你怎样赖他，赖在他身上，依赖他。神邀请你，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有听见我声音的，而且愿意打开，我要进去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人。神要跟我们一起，我们邀请他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。千万不要
已读不回，好吗？回复神，这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。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心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神要陪伴我们在那个迷雾，迷雾是神所允许，因为我们人会变化，在那变化迷雾当中，神陪我们走过，我们可以走在那个合神心意道路上。我们也要持续来成长，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还有迷雾走出迷雾2续集哈，续集总是比第1集更好，所以下续集一定要来好。好，决定了吗？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邀请神到你的心中，这一个礼拜你要经历神，好不好？把你的心让神来掌权，特别要即将考试，即将要面对很多重要决定的时候，即将在那个迷雾中迷失自己的人，好不好？让神来掌权，好不好？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